Hello，鄧博士，嗯國家咧話定位香港咧係國際法律仲裁解決中心喎，你覺得香港其實有啲咩優勢咧？呢個真係好問題啊！咁啊，香港本身咧就係全球頂尖嘅金融同埋商業中心啦。咁好多金融啊、海運啊、基建啊、資產權啊、IT 啊、國際投資等等嘅領域咧，都係好多呢個法律同埋專業人才嘅。咁啊，每個行業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啦，香港都會應付到。咁啊，而家香港係全世界第二最大嘅資產管理中心，淨係輸俾瑞士。咁啊，英國啊、美國啊、新加坡都排喺香港後面啊。我哋政府仲預計咧，我哋未來2-3年咧就會超過瑞士成為世界第一添啊！咁所以咁多金融活動喺香港嘅話，自然爭議解決咧都喺呢度做咧，都好合理嘅。真係勁啊！咁咧仲有冇其他優勢咧？梗係有啦。咁啊，香港係用普通法嘅法律制度同國際接軌。咁啊，淨係爭議方面啊，已經係有優勢啦。香港好多法律嘅人才，咁啊處理唔同類型嘅案件咧快又準。咁你知唔知香港其實咧係律師會啊，係1907年喺清朝嘅時候已經成立㗎啦。咁到而家咧超過100年嘅歷史，係全球最老牌嘅法律專業團體之一。咁啊，我哋用緊嘅普通法法律制度咧，其實歷史都有800幾年嘅。哇，咁犀利㗎！咁香港喺地理上有冇優勢咧？梗係有啦，香港係亞洲嘅中心，接住係中國內地同埋全球市場，咁啊中西文化交流嘅橋梁，咁啊法庭唔止用英文審案，亦都可以用中文，咁啊同埋唔同地區嘅人咧都好方便。咁根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HIAC 嘅數據咧，2024年咧喺80%嘅交俾仲裁嘅案件咧，其實咧都係國際案件嚟嘅，證明香港都好受歡迎㗎。咁啊香港仲有紐約公約嘅成員啦，咁啊裁決咧亦都可以喺全球140幾個國家地區可以執行到啦。咁內地都會承認香港嘅判決啦。咁啊近年啊香港仲積極搞呢個國際調解院，咁啊亞非仲裁機構啊目標都係一站式國際糾紛爭議嘅解決中心。真係明白晒，原來香港嘅法律界咧咁犀利㗎，真係厲害啊！